这耳机若挂条条，就有可能造成听力受损。医生是提醒讲，大人若准是听力受损，食老就有可能会出现这失智的情形。也建议讲，这民众挂耳机60分钟就要休困一下，若无久来就有可能是变甲耳孔足重的，就要用这助听器治疗咯。民众伫咧通勤的时阵，常常惯势挂耳机听音乐，有的人惯势听到无电才停，有的人是讲差不多听1点钟。可以听到没电。我觉得那个还很久，所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。断断续续的，可能如果连续就1小时，再可能就休息，就是对。哦，但其实使用耳机的频率算高。我觉得就上班时间是高的。这民众认为挂耳机听音乐、听遮长的时间对听力无啥影响，不过，有医生提醒，若是挂耳机的时间伤长，恐惊会造成听力受损。医生也建议民众会当选有降低噪音功能的耳机，不过也是要注意挂的时间，莫超过1点钟。蓝牙耳机足侪拢有降噪的啦，就是降低噪音的，伊种爱甲开启来用，然后若是安尼的时阵，你的迄个手机的音量会较袂较真大声，安尼较袂影响听力的受损。但是更较保险就是讲上好是60分钟就休困一摆。医生表示，目前大人后天的听力受损，接看到的是耳孔长期接受环境的噪音受伤，亲像捷运站的车声、工地施工的声音，人若常常伫这种环境，要是建议擦耳贴仔，若无久来对耳孔无好。医生指出，若无伫早期发现有听力退化的情形，接受治疗，未来有可能会变动听，听无人咧讲啥。食老的时阵，着失智症的风险也会增加。若是讲动听来，医生检查了，若会当处理的，就马上处理，比如讲耳塞，还是综合炎，会当处理就处理，食药还是开刀。若无法度，就是讲爱做复健，复健就是助听器，还是人工电子的。医生表示，目前听力受损，拢是建议患者先使用助听器复健治疗。若是严重动听，行到最后一步，才会建议用人工的电子耳。伊也建议民众爱养成好的生活习惯，保护家己的耳仔，才会当尽量避免动听的危机。记者张家嘅谢桂玲台北报道。